各位，呢一頁咧係關於殯葬、殯儀、殮葬一條龍服務嘅介紹篇，繼續都係由德福堂經壇嘅我去介紹下邊嘅嘢。歡迎大家嚟到呢個德福堂啊！呢篇係介紹一啲殯儀中西式何謂中西式咧？即係話我哋中國傳統式同埋西式，跟住天主教、基督教嗰啲儀式嘅殮葬或者叫殯葬嘅一條龍服務嘅介紹篇。顧名思義咧，呢篇係介紹一般大眾所認識嘅殯儀殮葬中佢一啲儀式同埋程序。咁以下咧，本頁咧係主要咧就介紹有關殯儀殮葬一條龍服務嘅流程嘅部分。咁即係話，凡係一個人不幸喺病重或者離世，或者係因為陽壽已盡喺屋企離世辭世嘅，又或者意外傷亡嘅，不論喺家中或醫院，又或者咧喺世界各地或者喺中國嘅內地離世嘅人士。咁如果有啲咧係舊客、熟客，或者有啲有時以前有聯絡或者幫襯過嘅咧，其實有啲係有一個即係冇講不成文協議啦，咁佢有啲個小預約或者係協議咗嘅，咁佢哋都會即時會有知道嗰位先人喺嗰個地方裏邊，如果係根據經驗或者由醫生與醫院方面，佢哋俾個信息佢，嗰位人士就離世或者就嚟離世嘅，咁咧我哋咧都會立即咧去到咧同佢商議咧呢個以後嘅流程，就算係未預約過嘅，而希望得到本堂同埋為其服務嘅，同埋提出一啲過程嘅安排，本堂咧都係非常樂意為各位講解，或者同各位嘅先人去到辦理呢啲安排裏邊嘅程序。而一般咧通常用嘅程序基本上係會由先人先由開始，本堂咧即係我哋咧就會去幫手辦理一啲政府部門中嘅事嘅申請嘅手續咁就裏邊有啲咩要需要注意或者係要需要做關於政府或者其他部門需要嘅流程，我哋都係會同家人商議。點解咧？老實講，我成日都經常講嘅，大吉利是咩？成日做咩？咁就算以前有做過，都未必會記得其中嘅流程，所以就係會需要我去幫手提點下佢，或者係再一次複述翻俾佢聽。咁有啲咩嘢需要即時注意或者即時要做嘅，咁又或者先人咧生前咧係有意向嘅，佢想點做任何時間都係會有嘅。有啲人會自己打算，希望佢自己身故之後需要做啲咩，想做啲咩，咁我哋都會一咁樣俾啲意見俾大家去參考嘅。咁例如有啲種唔同形式，又或者唔同需要嘅殯儀館，大家係想知道下咧，或者去想做下咧，咁都會有嘅喎。咁呢一張圖表呢度咧，就係我哋喺萬國殯儀館裏邊
做嘅誦經功德，七眾一詔，乾坤道理誦經。條為七眾一詔咧，就7個師傅，一個樂師咁誦經啦。嗱，咁又或者可以會有採取唔同鄉例啊，東莞啊、潮州啊、上海啊，有時部分都會唔一樣嘅喎。嗱，有時簡單啲近少少嘅，我哋叫東莞同寶安好近啦，地方係咪？我哋香港屬於寶安係咪？都會有少少佢哋上邊嘅儀式上邊都係有要求，或者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都會提供俾大家嘅，或者係幫大家去處理嘅。嗱，咁另外就跳遠少少啦，講翻而家一般啦。咁有啲人亦都係話唔一定拜神嘅喎，咁例如咧有天主教、佛教、基督教嗰個流程。我有次經驗咧，就係做一宗教咧，我相信佢係回教嘅。咁佢哋係比較係，我哋唔能夠話特別嘅傳統啲，佢哋要全部係要由佢哋自己教會嚟做嘅。我哋嘅客人咧，俾我哋咧，只不過係去幫佢善後一啲嘢，好多過程佢哋自己會做嘅。唔需要我哋去幫手嘅，我哋只係側邊，但我哋又會提供其他流程喎，例如佢辦其他手續咧，或者其他嘢咧，咁佢哋未必又識做，只不過佢哋係中意，佢哋做一個儀式上嘅嘢啫喎。咁我哋又翻轉頭啦。咁如果係死者殯葬禮裏邊咧，通常喺現階段咁會採取兩大類先。好兩大類先咧，就傳統沿用嘅土葬，咁其實喺香港係仲有嘅。咁而家近呢20-30年比較通行或者係興啦，所謂就叫火葬啦，火葬禮啦。咁葬後佢不論土葬、火葬之後，都會有而家喺呢10年8載裏邊嘅教友會有人採用嘅所謂叫海葬同埋花園葬啦。咁又者話有或者咧，其實喺好耐之前不嬲都有嘅，就係話咩咧？就係話佢哋要希望遺體，不論係佢個遺體或者係火化後嘅灰，佢哋都希望拎翻去自己鄉下去再落土，或者係過翻上去再處理嘅。咁甚至乎咧，我亦都有做過啲個案咧，佢哋咧就係會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或者甚至個落籍移民咗俾加拿大澳洲我仲做過㗎。咁做完之後咧，佢哋會將啲灰就會送翻去嘅。咁喺香港有多時咧，有啲咧佢哋都會採用，就成個遺體係會寄翻去佢本土嘅。例如有啲新加坡嗰啲姐姐咧，有啲係走咗，佢哋都會送翻去菲律賓再處理嘅。咁而家香港通常嘅殯儀館殮葬咧，一般咧大致上都係分為以下呢兩類嘅。咁我哋叫院場啦，院場咧就係醫院殮房，即係話醫院走咗之後，佢喺醫院走咗之後，咁咧就不停擺放喺殮房，喺佢當地嘅殮房，又或者有啲趕唔切喺醫院嘅，而係喺屋企，甚至乎喺街以外嘅呢類人士咧，當佢離世之後咧，通常咧都會放喺公眾殮房嘅。咁公眾殮房裏邊比較多人用嘅咧，就係西環殮房同埋葵涌啦。咁好啦，咁呢
頭先講過啦，佢就會喺呢啲嘅地方裏邊咧，就直接送去火化場或者去土葬嘅去下葬啦。咁又或者咧，頭先上邊講過啦，又或者佢即刻送翻去中國各地，又或者我頭先提到嘅，佢哋會去其他地方啦。咁呢個主要咧後決嘅手續有唔同，但係佢嘅大前提裏邊咧，都係講緊係話我哋頭先講嘅簡稱裏邊嘅叫做院出或者係房出啦，即係話喺醫院嘅殮房或者係公眾殮房，咁之後就啦。嗱，頭先咪講過兩大類，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話佢係接咗喺醫院殮房接咗遺體或者公屋接咗遺體，就會預先約定殯儀館，咁然後咧就呢個殯儀館咧，當然咧就係會係由我哋幫家人裏邊咧安排佢哋用邊個殯儀館啦。咁呢個喺殯儀館裏邊做嘅話咧，咁其實傳統不嬲都有嘅，係點解咧？點解喺殯儀館擺咧？所謂嘅守夜咧，咁其實咧都係話俾好多親戚朋友去到嚟到做一個最後嘅致祭或者係拜祭，咁之後咧又可以復翻上去土葬，土火化送去其他地方，咁下回分解啦。嗰就最主要分兩大類，一個院場，一個係殯儀館出。好啦。跟住咧，我哋呢度咧就會去介紹一下香港而家現在有，據我所知所認識嘅有香港區嘅香港殯儀館，咁喺北角嚟㗎。九龍區咧就係喺紅磡裏，因為比較集中多啲咁亦都係多人選用嘅。咁呢個就係喺呢個紅磡區嘅。有呢個世界嘅殯儀館同埋萬國殯儀館，咁有環宇殯儀館。嗱，而家環宇已經有世城永恆咁唔重要啦，都係喺紅磡象行道，即係話火車站去落嚟嗰個位置。咁另外一個咧比較牌子老啲啦，係人都知啦，係師都話啦，李小龍都喺嗰度做噶啦。咁就係近太子站嘅九龍殯儀館，咁再佢哋遠少少嘅咧，就係新蒲崗嘅鑽石山殯儀館。咁比較喺咁多個殯儀館裏邊比較年輕啲㗎啦，就係大圍嘅寶福紀念館。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有冇咧？嗱，又唔可以話佢冇㗎喎。咁點解咧？就係話呢個係傳統以嚟都係有嘅，特別喺新界嚟到都係會有嘅。咁我哋咧俾人打齋用嘅，咁佢其實要點解會有咧？就話呢個係以前好耐我未有殯儀館正式成立之前，咁大家都要發誓照做一個送別嘅儀式照做先人離別嘅所有程序都要照做。咁通常喺嗰段時間裏邊咧，就係會喺當地就地就會用啲竹棚接搭成一個臨時嘅地方俾擺放。嗱，喺上段你哋如果有記得我提過，我自己本身出身喺長洲嘅方便醫院，咁唯一好多地方都係嗰個咧，就有方便醫院嘅殮房，佢有4張石床。咁我細路仔嗰陣時間自己喺嗰度噶啦，咁我阿嫲我阿媽同埋我哋成家咧都喺嗰度打嚟嘅。咁唯一呢個地方係有一個叫做喺嗰段時代裏邊咧，叫做一個叫停屍嘅地方。咁但係點都好，都係大家都係想為先人咧去做一啲儀式，係揾一啲地方去擺，不論係殯儀館又好，喺個街裏邊擺都好，咁都係希望為先人作一個臨時停留嘅地方，比如
喺陽世界嘅我哋後輩我哋咧去拜祭去做翻啲儀式啊，做一個最後送別嘅程序。咁好啦，嗱，因為咧嗰個程序個點鐘個裏邊咧會引申到咧係會有唔同好多細節方面，所以就唔能夠喺呢度盡一一咁樣去好細分咁喺由呢個地方裏邊去講出嚟。咁因為大家有個範疇同埋而家有個新舊形式唔同嘅心意，咁咧係呢個咧就會影響到佢整個殮葬殯葬需要用嘅費用，因為好多人有唔同嘅要求，例如佢要地方大啊，又或者佢要花大得多啊，俾少少好似乜嘢俾你睇，例如我成日經常講啦，唔係啊嘛，某一個好出名嘅女士，佢走咗嘅時間咧係用香港殯儀館，但係當晚嘅花好名貴嘅，好靚嘅。我哋成日講，當晚淨係個花都可以再喺嗰個地方原地裏邊租用個地方再用一次。嗱，唔係平嗰個地方平貴喎，而係話意思係話有啲人佢變佢擺落去，又唔係因為個名人而擺到，絕對唔係呢個意思，而係話佢又係生前嘅在生嘅人，希望幫佢做一啲儀式，係令到個死者見到，或者佢生前想愛嘅嘢，盡量去滿足。呢個係與你有冇錢花唔花費得起係冇關係嘅，係純粹咧係我哋做後人或者幫先人辦理事情咧嘅各有各唔同嘅需要，所以可以叫佢豐儉由人啦，就唔能夠劃一而論。咁其實以上咧都屬於所謂叫係而家通行用嘅殯儀一條龍嘅服務。咁你哋分別到陽居先人作殯葬之後，跟住如果以後咧下一部分咧就係點樣去選咗安葬嘅地方，或者喺而家我錄音呢段裏邊咧就係可能比較少人再用翻嘅私營嘅骨灰場或者政府嘅骨灰場，甚至乎係塔場。咁呢個咧唔能夠去到一人講述。咁如果大家有需想知道嘅話咧，咁咧你哋可以聯絡我，用 WhatsApp 90925645。嗱，咁而家途中呢個咧就係我喺寶福紀念館內11頌兩詔嘅誦經嘅個過程。好啦，各位，咁呢一段咧就到此為止。以上咧係德福堂提供嘅資料，如果有錯漏或者係閣下有啲唔同意見，或者有對上述有需要我幫手嘅，同埋有唔同嘅睇法，都歡迎嚟到德福堂嘅頻道放入信息，方便我咧去糾正。咁同埋咧就接納大家嘅意見，又希望不斷有更新佢不同嘅上載。咁為咗方便大家咧嘅聯絡咧，咁我放下一個 WhatsApp。咁我都再重申一次，就係話有時我工作嘅時間未必聽到大家嘅電話，咁所以大家留 WhatsApp 或者喺 WhatsApp 裏邊落口信咧，就比較容易大家去繼續跟進。嗰個 WhatsApp 電話 number 係90925645，唔該。